尾阿 CY 咧就終於就做到特首好嘢啦嚇。咁但係佢又冇辦法啦，做完一屆之後就俾阿胡鬚曾頂上嚟。嗰陣時胡鬚曾人哋美國佬撐嘅，咁啊梗係 CY 邊日夠為人哋國家隊，你地方地方球隊邊日唔夠人哋嚟練啦係咪？咁所以就 CY 咧先至即係落咗馬，被逼落馬就跟住谷咗上林鄭。即係成個時間線啦，我唔想再重複，再重複我收唔到工噶啦嚇。咁所以咧就係、即係我想講咧就係話咧，喂，2027年我哋選特首，我哋梗係選一個有能力有承擔噶啦，唔係選個福將啊嘛。你唔好以為陳茂波係福將啊，陳茂波唔係福將嚟噶，陳茂波佢打矛波㗎咋。你知唔知香港係福地啊？唔係陳茂波係福將，本身香港係福地嚟嘅。你要知道聯繫匯率嘅儲備基金係有4-5萬億，4-5萬億咧就係入咗全個地球裏邊咧10大，香港咧係排第10嘅，即係我哋有嗰4-5萬億嘅儲備。咁你淨係每年收息都已經係不得了啦，過成千億啦，係咪？都夠頂晒你香港嘅財政赤字啦。呢啲唔係陳茂波積翻嚟嘅，呢啲係以前香港由開埠以嚟一路積傳過嚟嗰個聯繫匯率，係一路積到而家，係家山有福就係我哋香港，唔關陳茂波事嘅。我哋本身有個聯繫匯率個儲備係入咗全個地球10大，好勁。4-5萬億我哋香港有兩個噶嘛，一個財政儲備咧就有幾千億噶嘛，但係有個聯繫匯率嘅儲備基金咧，嗰度有成5萬億嘅香港，所以香港係一個福地嚟。其實咧，我話俾你聽咧，你揾邊個做財政司都得噶啦。你見到陳茂波得咧，基本上你揾邊個財政司都得噶啦。喂，大家你記唔記得咧？我哋有一條片咧，就係咧。嗱，我好快播一播啊！冼師傅華記財政預算案，你喺網上咧，你咁樣一揾咧，你就會揾到啊！即係咧就係即係我同冼師傅嗰條片咧，好快揾到出嚟嘅，發債當收入，而家全部都係反對派咧，就話陳茂波，冇建制派咧就話陳茂波嘅，好奇怪嘅，好奇怪嘅。我動議2026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。立法會先。唔好聽啦，算啦。即係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啦嚇，我哋向前看啦，唔好聽翻以前啲嘢。我覺得咧，2027年咧，即係特首選舉咧，我諗你揾阿何君堯做呢個財政司咧，可能會仲好啲添，啱唔啱啊？咁但係如果你講咧，即係最起碼你都做過律政司司長啊，大佬，記唔記得？大家同唔同意啊？即係喂，你何君堯周圍去同人哋推動國安嘅，大佬佢係第一個啊搞嘅國安導師啊，我係第一屆導師嚟噶嘛，係咪？國家安全法，咁你最起碼你都何君堯做一個政務司司長啊，唔係政務司司長，係律政司司長啊，大佬，律政司司長啊，即係我覺得係需要。係有人咧係提議咯嚇，但係我哋唔關事啊，大佬，我哋喺日本做生意都好少喺香港嘅，係嘛？好似今日派飯咁，我本來咧諗住飛翻香港啊，但係因為我呢度真係有嘢做行唔開嚇，即係冇辦法啊，唔係我買張機票皮靚嘢來回冇所謂啦，係咪先？不過問題係真係即係我哋嘅戰場喺日本啊嘛，係嘛？唔係喺香港啊嘛，咁我哋喺香港係做緊咩咧？我哋香港咧，即係較早時咧，即係宏福苑咧就政府8座收晒啦，9月就收錢啦。咁
即係你要記住，宏福苑咧8座咧，其實已經係會政府收晒㗎啦。喺9月咧，政府就會全部派水㗎啦。因為我哋有啲親戚朋友咧都喺宏福苑嗰度係一座災民嚟嘅。咁我哋知道咧，9月咧就即係賠償翻俾啲災民啊咁。咁有啲朋友就唔中意我用賠償嘅，咁其實我就唔係用賠償，其實就係用你係將個業權交咗出嚟，政府係同你買咗你嗰層樓，係比市價高30%嘅個價錢，其實就唔係賠償嘅。咁政府攞翻呢幅地拆晒之後咧，嗰幅地你可以賣出去或者做政府合署乜都得嘅，係咪？咁即係我就而家係做緊咩咧？就9月收錢啦。咁我咧就喺公司嗰度咧就同啲同事啊得到佢哋嘅同意。咁啊，如果係宏福苑嘅災民咧，佢過嚟跟我哋買一手樓咧，我哋將80%嘅佣金咧就回晒俾佢噶啦。咁如果佢係過嚟揾我哋主區嘅樓盤咧，我哋全部都唔收佣。我哋嘅能力好弱啊！我可以做到咧，只係呢啲咁丁點兒嘅嘢嚇，即係好似我哋今日派飯咁，派400個飯盒咁。我哋嗰個力量咧係好微弱，即係每一個月咧只能夠係譬如即係使萬零蚊嚇，咁當中有一半咧仲係有幾廿個華記網友啊俾緊$15一個月我嘅咁。通常佢哋俾一半，我補貼一半，每一個月而家做咗超過6年啦嚇，每個月派飯，即係我哋做個力量係好薄弱，好薄弱。但係我哋希望可以傳遞呢一份心，係令到呢個社會有一些少愛，即係希望係做到啲少少嘢咯嚇。所以我今日咧都係多謝阿森林啦，同埋我哋嘅義工啦嚇，一早咧就去咗廣東道332號咧，就派一個好好味嘅大自然素食飯盒俾大家。咁其實希望咧傳遞咧一丁點兒嘅愛，一少少嘅堅持。咁但係嗰個問題係咧，即係我哋嘅社會咧係需要多啲呢啲咁嘅嘢。即係我哋唔希望咧，即係我哋嘅政府咧，日日咧都係碌卡當收入。喂，如果碌卡當收入係可以啊，你喺中國旗下嘅香港就得啫。我問你一樣嘢啊，陳茂波，如果成個日本政府日日都係靠碌卡當收入嘅，咁啊日本政府個盈餘咪好大咯？啱唔啱啊？即係永遠，如果日本政府係行呢一套嘅，永遠係不斷係無上限咁發債、無上限咁盈餘嘅。其實你全部都係 O.D. 嚟啫嘛，全部都係透支嚟噶嘛，大佬，必咁搞邊係得啊？呃自己就得啫，係嘛？即係你如果係成立一間公司嘅，喂，你間公司都冇錢賺嘅，不斷向人哋借錢就當收入，呃自己嘅啫。咁你啲錢要還噶嘛，大佬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嘅負責人，係嘛？你冇理由永遠你收入係靠一個正數噶嘛？你講一個負數，你用一個永遠去碌卡翻嚟就係當，即係好似而家上市公司咁。上市公司如果你係永遠係去借貸係當收入嘅，喂，咁你條數咪好靚仔係嘛？即係好簡單啦。譬如我間公司係蝕錢嘅。我不斷借好多錢翻嚟做靚盤數，跟住做靚盤數之後，我又去銀行嗰度借錢。喂，咁你唔使經營公司㗎啦，你咪不斷借錢入帳，入完帳之後，你盤數係綠色嘅，跟住你再去銀行嗰度借錢，借完錢翻嚟你又係當綠色嘅。咁最收尾你啲錢係要還㗎嘛，老細，啱唔啱啊？你借完錢翻嚟，你盤數係綠色不特止，你仲要交稅喎，大佬，係嘛？你香港係16.5啊，交稅係咪先？喂，你本身間公司冇錢賺，借完錢翻嚟又要俾利息，又要俾稅。喂，你可以長時間咁樣做嘅咩？即係你呢個好簡單嘅概念嚟啫嘛，係咪先？係嘛？所以咧，即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美國啊都39萬億國債啦，大佬，係嘛？咁佢點樣還啊？佢咪靠佢嗰啲軍事力量
佢咪教佢嗰啲有恃無懼嗰啲軍事力量去恐嚇咯，唔使還㗎啦，佢咪靠啲虛擬貨幣咯，係嘛？你又做美國佬嗰套啊，陳茂波冇理由㗎嘛。所以咧，中國香港係一個福地嚟啫，好坦白。邊個做財政司其實都唔重要㗎，係嘛？你求其喺 AI 嗰度問都得啦，你點做？你問 AI 都搞掂啦，係咪先？你做立法會議員仲容易做啊！